日本天王木村拓哉木村光希今天13日首度来到台湾，为明天的珠宝品牌站台做准备。母亲工藤静香也跟陪伴在身旁，睽违26年再来台，不少铁粉守候。光希直呼很喜欢台湾，也很兴奋，不过中文还在学习当中，希望能够吃到台湾美食。记者 VS 日星木村光希，很开心见到你，嗨，能和粉丝说点中文吗？不，我还在努力学习当中。谦虚说还在学中文。村拓哉16岁的二光希换上银色连身短裙配长靴，青春洋溢。妈妈工藤静香跟在后头，离开信义区饭店，前往百货为白色情人节活动挑选行头。记者 VS 日星木村光希，有想吃什么台湾美食吗？我还没有吃台湾的食物，但是我喜欢，很期待。我喜欢台湾，谢谢，非常期待明天的活动。沿途露出甜美笑容，首度来到台湾，将为珠宝品牌站台，看得出来相当兴奋。进入专卖店后，拿起手表及手环，后来又是背了包包，外头吸引不少粉丝驻足。而其实早上近12点，两人先行抵达松山机场。日星木村光希，谢谢木村光希穿着黑色皮夹搭配透肤袜，秀出170公分逆天长腿，亲切和媒体不停打招呼。而阔别26年再度来台的工藤静香一现身，粉丝更加激动。日星工藤静香，工藤静香，静香，静香。粉丝静香的粉丝早上特地很早就过来了，他工藤静香、木村拓哉都有追，10年了。他亲切走上前帮粉丝签名，长达3、5分钟。还有民众拿出25年前工藤静香演唱会门票、杂志封面、CD、写真照和花束，人气完全不减，表示爱屋及乌，也喜欢光希。事后光希马上在 IG 限时动态秀出象棋、凤梨酥、小笼包等造型礼品，开心的文花束。这回的宝岛处旅行，除了站台，15日将拍摄时尚杂志封面，预计将会停留4天3夜。